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5月7号，我们要分享的是婚姻到底出啥状况？婚姻到底出啥状况呢？我们要读士师记第19章1到15节。弟兄姐妹，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但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在我们的生命里，而他的爱借着我们完全实现了。约翰一书4章12节。若非因为爱，很少人会开始一个必须许下一生承诺的婚姻关系。小娟和丈夫婚前人人都视他们为金童玉女，天生的一对，所以两人呢充满期待，开始要开心的进入婚姻。但3个月因持续激烈的冲突宣告分手。在誓约时，我们常会听到说我愿意3个字，承诺的是我愿意在你的困难中不离不弃，我愿意在我们的低谷中相伴走过。当我感觉委屈和无法忍受时，继续为我们的关系努力。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婚姻的经营可说是越来越困难，离婚率也居高不下。常常我们因为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言语的伤害、霸凌造成彼此的伤害，或者是家庭的暴力、家暴带来身体的伤害，还有心灵的伤害。另外就是可能对婚姻的不忠、外遇，这些都是让婚姻破裂的原因。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经文，一开始又叙述以色列还没有亡的那段时期。作者要说的是，当时候没有上帝，意思就是人离弃上帝所以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和生活就堕落败坏，可以说到无可救药的地步。首先，这样的一个败坏会影响到家庭的婚姻生活，就连侍奉上帝的利未人的婚姻也受到影响。他虽然身为神职人员，却受到了异教文化之风来影响。他为了要满足自己的情欲，而娶了一个妾，结果婚姻生活出现了一些的问题。这人跟他的妾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顺利，所以我们透过经文来告诉我们，他的妾行淫离开他而去，跑回父亲的家已经有4个月之久了。其实另外现代中文译本是翻译为这女人发了一顿脾气，然后跑回父亲家。奸淫或者是行淫，除了是指个人关系上的不贞洁而不道德的淫乱行为之外，还包含了国与国之间的淫乱。而宗教的淫行就是去崇拜偶像。那行淫呢，这个在74译本它译为因为他生他的气，不过有可能是擅自离开丈夫这是这里的行淫的意思，就是擅自离开丈夫，不然她的丈夫应该不会去接她回家，因为当时候行淫的人要被石头打死。所以当她跑回父亲家，此等之举表示断绝关系因为她离开主人当时女人被视为是男人的财产，而婚姻虽然她的婚姻是次等的婚姻，因为做人家的妾嘛，
是绝对不被容许的。然而呢，我们又看到这利未人等了4个月后，还是去劝他回来。我在想呢，为何妾会发脾气跑回父亲的家呢？有可能是这位利未人他做出一些伤害他的事情，伤害到令他无法再忍受的事情有些人认为他是要给他时间冷静下来，不过这无疑是把现代人的情感读进去那他显然并不大担心回不回来，但是最后或许他是为了他的性爱，还是他的地位或者是两者都是，所以他采取了行动。我们看到这几节的经文，让我们看见这一段关系，其实他们彼此之间的情感并不是太和睦。其实面对今天的这个世代婚姻的经营实在是越来越不容易。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夫妻的相处、亲子的沟通，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可能会照着自己的喜欢任意而行。婚姻是上帝所设立，那我们必须邀请他在我们的婚姻和家庭做主。唯有敬畏上帝，有上帝的爱，才能够维系我们家庭婚姻的关系，才能够建造美满幸福的家庭。就如同诗篇128篇1到4节所说，敬畏上主的人多么有福啊，遵行他命令的人多么有福啊。你劳碌得来的够你食用，你必定快乐，凡事亨通。你的妻子在家中像结实累累的葡萄树，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像小橄榄树。敬畏上主的人必定这样蒙福。借着这一段经文，夫妻之间的相处出了一些的问题，其实也提醒我们如何彼此来沟通，如何彼此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彼此的接纳。愿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默想，利未人心中没有上帝，醉心于世俗情欲的享乐，使他和全族陷入罪的网罗。这对你我有何提醒呢？他如何维系他和妻子之间、妾之间的关系呢？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你是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但有时候因为家人所表现出来的言行举止，让我们真的很难爱下去求主赐给我们从你来的爱，我们才能够实践在誓约中的我愿意。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下，去接纳对方、包容对方、饶恕对方，以及能够疼爱对方及他的家族。求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爱的力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哦。